在香港庆祝主权移交15周年之际，发起7·1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表示，至少有40万人响应香港民主派号召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并提出各种政治和社会诉求。民阵认为是民意的总爆发。泛民政党表示，游行人数众多，显示港人反对中共操控香港。今年香港7·1大游行的主题是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真民主，并加上为力望洋申冤的诉求。游行队伍下午3点15分由劳工阶层手持巨型主题横幅，从维多利亚公园起步。很多参与的市民带同自制标语横幅表达诉求，有要求彻查李望洋死因和平反6·4，还有民生教育等议题。由于大会新增的要求梁振英下台的主题，不少横幅、标语和道具的内容都是针对梁振英。对于港人踊跃参加游行，泛民政党認為民意明顯是向以西環來代稱的中共政權說不。香港人覺得西環即係中聯辦呢，實在太過分啦！事無大小，由特首選舉幫梁振英拉票，到管埋佢揾邊個做局長，到管埋佢嘅政策，嗱呢一啲咧令到香港人呢係覺得完全保障唔到基本法承諾嘅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對於大陸越嚟越操控香港咧，係好擔心、好驚，因為驚冇一國兩制㗎啦，就變咗一國一制、西環治港。咁佢哋係唔想見。經過2個多小時，遊行隊伍的龍頭在下午5點半抵達終點新政府總部，但相隔約4小時，龍尾才完全到達。主辦方民陣宣布有40萬人參加遊行。04年53萬人以來最多嘅一次，亦都係民意嘅總爆發。唔單止係針對曾蔭權政府，更加係因為李旺陽嘅事件，同埋梁振英佢嘅誠信，佢嘅強權嘅手腕係令市民感到反感。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